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。哎，国外的那些研究机构，他们告诉我，他说只要我这样做的话，就能够保证你和玉玉的安全。你走开！之前我跟蓝叔叔说，让他和我一样相信你，相信我爸爸不是一个会抛弃家庭、伤害国家的人。看来我错了。玉，你长高了。你既然为了一个 AI 放弃了一切，那这个家不欢迎你。玉，我知道你很受我的气。你知道就好，别逼我报警。出去。好，我走。玉，帮我照顾好妈妈。明星科技致力于为人类提供便利生活，创造了新型 AI 智能陪护型机器人。与上一代智能服务型机器人相比，它更接近于人。它可以识别人的真实的语言和面部表情，并且能与人进行对话交流，通过面部的识别来认识家庭成员，满足您的陪伴需求。明星科技不断研发制作工艺的精进，不仅在人形机器人的拟真度上达到了120%，而且扩充了多种脸型样貌以及身材比例以供选择，让智能陪护型机器人不仅满足您的服务需求，同时也满足您的视觉以及情感代入需求。宝贝，妈妈不再叫我宝贝了。为什么？你喜欢我牵你的手吗？什么？以前牵妈妈手的时候，妈妈会笑，表示她喜欢我。现在她不笑了，我牵哥哥的手，哥哥也不会笑。人类再也不喜欢牵手了吗？你叫我哥哥？你不喜欢吗？那你喜欢我怎么称呼你呢？没有，哥哥挺好的。249。哎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妈妈说我只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，要将我回收。你只是个机器人啊，当然没有情感。机器人没有情感吗？哥哥也没有吗？你知道我是 AI？哥哥陪伴谁？哥哥也有妈妈吗？也叫你宝贝吗？喜欢你牵手吗？249，请你过来。哎，您好。您好。请问一下 ，AI 机器人回收之后会怎么样？销毁呀。销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拆毁重来呀。可是他们不能直接置换大脑中的元件记忆再度使用吗？不行，为了保证品质，必须全部销毁重来。那 AI 如果没有被回收的话，他们可以一直跟人类生活下去吗 ？AI 的内部储存能量能够维持205年，如果人类过世 ，AI 就会启动重置程序，继续服务下一位客户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到前台找我，谢谢。谢谢。
江太太，您确定要回收249号吗？249，跟我走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哎，请问那是瑕疵品吗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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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宝贝，宝贝，来，走吧。走啦。再见，第13号宝贝。我是夏长安，还是001？我到底是什么？本台接获多位民众举报，有青少年样貌的 AI 在城市东区游荡，疑似抢劫了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者，导致长者惊吓过度，送医后情况不乐观。目睹此 AI 的网民已在网上发出此 AI 的照片，市民强烈要求 AI 管理局与警方合作，协助维持社会秩序。你是电视上播那个会杀人的 AI？ 不是我，是你。就是你！大家快报警，不要让这个怪物跑了！是人，我不是怪物，你不是人，是怪物，把他抓起来，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小心小心！之前有一次，长安把我推到水里，他看我呛了好久好久好久的水，就一直看着我。后来才知道误会我了，跳下水来救我。那天我回了教室，全身都湿透了，也非常生气。但后来想了想，长安也跳进了水里，但他为什么身上是干的呢？我从我爸的书房下载了很多关于 AI 的资料，里面有提到 AI 不能和人穿一样的衣服，这样才能随时调节体温。长安的妈妈应该是给长安穿了外表和我们一样，但是材料是不一样的衣服。那之后我也想了很多，尤其是那次我和长安一起被揍，然后却被002救走的那次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时候
我以为我眼花了，想说，可能他躲过了陈贤的拳头。可是我明显看到，他脸上被揍了几拳，但是一点事都没有。还有一次，长安因为你和厉群闹别扭，后来厉群可能觉得愧疚，去监控室调了监控，录给我们看。哎，厉群，你手机有问题啊？不可能吧？这不好好的吗？说也奇怪，手机在厉群手里就能正常播放，到了长安手里却不行。应该是电磁波干扰。啊？我从我爸的资料中看过 ，AI 或多或少会受到周遭电子产品的影响，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造成宕机。这个问题以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办法解决，这一直困扰着 AI 领域的研究人们。长安的爸妈不给他办手机，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吧？我想是这样的。安安，你听得见爸爸妈妈跟你说话吗？安安。你醒了。安安，以后你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充电镜片。如果遇到有什么情况，就把镜片放在手心上，它就会自动为你嵌入充电。要不然，嘉旭，要不然会怎样？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，7月24日乐视视频全网首播。从初中开始，数学成绩就非常低。你是我的骄傲，我得俩点少在这。3